你有冇試過問，點解個天咁對我？尤其係當你係一個好人，突然有一日，醫生同你講，你患咗肺癌，你第一個反應會係咩？點解會係我咁唔好彩？今日呢個案，可能會顛覆你對病因嘅理解。佢唔係講生活習慣，唔係講遺傳基因，而係一個更深層嘅問題，同我哋曾經做過嘅事，有冇關係？陳先生，年輕有為，事業啱啱起步，佢生活習慣好好，唔食煙，唔飲酒，仲成日做運動。但上個月佢確診咗肺癌，佢好震驚，根本接受唔到呢個事實。佢透過解讀潛意識，發現好衝擊性嘅信息，為娛樂而射殺動物。原來陳先生年輕嘅時候，成日去野外打獵，對佢嚟講，呢個只係一種娛樂，一種刺激。佢從來冇諗過，嗰啲俾佢射殺嘅動物，臨死前嘅恐懼、痛苦同無助。潛意識嘅信息好清晰，患癌係為咗讓你體會動物嘅痛苦。當你剝奪其他生命嘅生存權利，有啲嘢會以另一種方式翻嚟你身上。陳先生第一次感受到，原來自己曾經嘅娛樂背後承載住咁多生命嘅絕望，而而家佢自己嘅身體正經歷緊類似嘅煎熬。知道原因之後，陳先生冇逃避，佢做咗幾個好重要嘅決定。第一，佢捐助保護動物嘅組織；第二，佢決心食素，唔再傷害任何生命。奇蹟嘅係，佢嘅癌症康復進展變得非常良好。好似當你願意為自己做過嘅事負責，生命都會俾你一個重新開始嘅機會。呢個案話俾我哋知，健康唔單止係食咩做咩運動，仲係我哋同其他生命之間嘅關係。每一個我哋曾經忽略嘅痛，可能會以另一種形式翻嚟提醒我哋。如果你都想身體真正健康，不妨問下自己，我嘅生活方式有冇尊重緊其他生命？我嘅快樂係咪建立喺其他生命嘅痛苦之上？身體嘅病有時係靈魂嘅覺醒。記得訂閱，我哋一齊從潛意識學識真正嘅健康，身心靈都自在。